后来拢讲这个北北基桃，台北市、新北市家人甲桃园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，看要上班要休困，四县市拢同步。但是今仔日台北、新北甲家人拢下这个风台假，都独敢若桃园无下。市长张善政的面册红冠甲白，民众是话要骂死。张善政是咧解说讲，因为桃园离这个停班停课的标准也有一段距离，而且依照着劳基法的规定，住伫咧北北基爱到桃园上班者，或者是住伫咧桃园爱到北北基来上班者，嘛会使来休困，唔免上班。讲上界不平的是学生囡仔，讲这个北北基桃四县市做伙休红台卡的约束，桃园港跳票咯。当时都讲好了，然后今天没有休，很不公平啊！现在台北、新北家人停班停课，我煞爱来上课，有学生啊感觉无公平，要搁桃园透早，确实无风也无雨。我觉得还好啦，就没下雨，也没风啊，也没有很大的风，我觉得。是还好。人讲早起的鸟仔有糖吃，早起店嘛照常做生意。无风无雨，没有放假就正确了啊。盐哥桃园市长张善政昨暗面册这张向市民朋友报告，桃园市8月初3正常上班上课，是好未少的市民真受气。真侪人留言讲，市长讲好的讲玻璃，有人骂讲张善政敢要宣布桃园独立。有网友抛出着气象局风力的预测，家人台北、新北、桃园拢同款。暗时6点到半暝啊12点，双北家人甲桃园平均的风力拢是5级到6级，阵风拢是8级到9级，哪会无要放假？对于新北、台北的影响和桃园影响其实是不一样的。昨天傍晚的预测，今天桃园的风跟雨离停课、停班的标准还有一段距离。国民党办公室发言人陈志涵捌伫张善政的文章下卡来留言，馆长依照科学的判断加油。来看停班停课风力的基准是按照气象预报，风台暴风的半径伫4点钟以内可能经过的地区，平均的风力会当达到7级以上，或者是阵风会当达到10级以上。基北桃4个县市，我们就是及时的联系，大家保持密切的沟通，各县市本身的状况来做最后的判断跟宣布。卡隆风台也个嚟继续发威，根据气象局估计，今仔日有一寡所在市区的阵风也是会当来到9级到10级，郊区阵风来到10级到11级。不过桃园平均的风力甲阵风无达到标准，这回虽然无公布，不过真正平安就好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